多謝主啊！主若未回嚟，我哋還要相聚啊！咁今日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大衛王嘅一生嘅第3部分。上2次我哋講到大衛係喺佢屋企係最卑微嘅，因為佢係拉仔最細嘅仔。喺猶太嘅家族嚟講咧，以色列嘅家族嚟講咧，長子係尊貴嘅，最細嘅仔咧冇咩地位嘅。但係神卻揀選咗大衛從羊圈中，從牧羊出嚟牧養佢自己嘅百姓以色列民，作為以色列嘅君王。所以佢嘅上半生咧真係多姿多彩啊！雖然俾掃羅王嫉妒追殺，但係神還係保守佢，一直到佢到30歲嘅時候佢登基做以色列王。咁多謝主。咁所以佢上半生咧係非常之精彩，並且蒙神揀選賜福，同埋成為以色列嘅王。咁但係好可惜，當佢安逸咗之後咧，咁就犯咗罪，犯咗唔單止貪心、奸淫、謀殺，呢3樣都係死罪嚟嘅。喺神嚟睇，但係感謝神，神藉着先知警告，結果佢就願意悔改認罪，神赦免咗佢。不過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逃。佢嘅之後，佢嘅下半生嘅一家都離唔開刀劍同埋一啲嘅禍患嚇。咁喺佢犯罪之前咧，佢比較安逸嘅時候咧，神咧係同佢立咗個約嘅。咁呢個約咧就今日我哋就係睇呢一方面啦。神與大衛嘅約係喺撒母耳記下第7章，神應許大衛嘅皇位要永遠堅立。點解會咁樣呢？點解神要同佢立呢個約，而應許佢嘅皇位、佢嘅後代永遠堅立？而呢個就係呢個約係成為彌賽亞預言嘅重要基礎，因為我哋知道耶穌基督係稱為大衛嘅子孫、大衛嘅後裔。馬太福音一開始嘅時候就記載耶穌基督嘅家譜，亞伯拉罕嘅子孫、大衛嘅後裔，係嘛？就係從呢度嚟嘅。所以神要堅立大衛嘅皇位，咁主要係因為咩呢？我哋睇下嗰段經文啊，雖然比較長，但我比較時間關係撮要。咁當時咧，大衛比較住喺自己嘅皇宮裏面，神使佢安靜，唔受四圍嘅仇敵擾亂。咁佢就心諗啦，我咧就咁安息嘅、咁舒服嘅住喺香柏木嘅宮裏面，但係神嘅約櫃咧就住喺帳幕幔子裏面。我哋知道呢個帳幕就係摩西喺曠野藉着以色列民起嗰個帳幕，已經幾百年㗎啦，差唔多係咪？經過士師都已經400年㗎咯喎。咁你話都已經係，你話幾耐？即係嗰啲材料幾咁好都好啦，幾百年啦都已經夠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大衛佢心裏面就有一個思想，就係話，我就住喺咁好嘅皇宮，神嘅約櫃，即係神嘅見證，神嘅同在，卻住喺咁破漏簡陋嘅幔子裏面。佢咁樣講啫喎，咁呢個先知拿單就好醒目㗎喎，唔使講耐啊。拿單就對王話：你可以照你嘅心意去行啦。咁嘅咩心意咧？我哋下面就知道㗎啦。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呢啲人啊，即係呢啲就高手過招啊，唔需要講到明嘅。咁大衛佢心中咧，覺得自己住得好舒服、好安樂，但係神咧就卻好似住得好破爛咁樣。咁拿單話：得啦，神祝福你，你照你嘅心意去做咧。咁神即刻嚟反應咯喎！嗰日即刻當晚咧，神就對拿單講啦：佢你話俾我個僕人大衛佢聽啦，耶和華如此説：你點可以建造殿宇俾我居住呢？大衛有冇提到要建神嘅殿宇啊？
同拿單冇講嘅喎。嗱，睇唔睇到呢度真係大家都心照啊，大家都心照啊，即係都知道講緊乜嘢啊原來。咁啊神就好直接就話，你話俾我僕人大衛聽，你唔可以建造我個殿宇。一陣間大衛佢自己會講。咁跟住咧，就呢度好似引發咗神嘅裏面嘅心聲啊！大衛冇講乜嘢，拿單話你照做啦，神與你同在，神就開嚟表態啦。佢話你唔可以為我建造殿宇，即係話咧，大衛心中想為神建造聖殿，雖然冇講出嚟，但係神知道啊。佢話你唔可以，咁跟住佢就將佢嘅心聲咧發表咯。個字呢度神唔係喺度呻啊，佢唔係喺度呻，佢係咧將佢嘅心聲發表。佢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而家，我都未住過殿宇。弟兄們，呢句話可圈可點啊！佢話我咧時時俾佢喺帳幕裏邊走嚟走去，有時去到某一個地方，一日兩日咁又拆啦，又搬啦。最長嘅時間我唔知幾耐啦。弟兄們，咁所以咧。神咧就話：我從來未曾住過殿宇，常喺會幕同埋帳幕中行走。咁同埋咧，我同以色列人所行嘅地方，我從來都未向以色列一個支派講，就你要吩咐佢哋為我用香柏木嚟做敬殿。我從來冇咁吩咐過。你現在要告訴我僕人大衛。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：我在羊圈中將你召嚟，叫你唔好再跟從羊群，你淨係牧養我嘅民，做以色列嘅君，我就常與你同在。我就要剪除你嘅一切仇敵，我必使你得大名。嗱，弟兄姊妹，講到呢度咧，神好似唔再提建唔建造聖殿，就係話咧，佢單方面啊就賜福俾大衛啊。我將你從羊圈中召出嚟，牧養我嘅民以色列人。我將你嘅仇敵一切剪除，我要你得大名，好似大大有名嘅人一樣。我仲要為我嘅民以色列揀一個地方，栽培佢哋，使佢哋住自己地方，唔再遷移。兇惡之子也不像從前擾害他們，唔好似我命士師治理我民以色列嘅時候一樣。我必使你哋安靜。你知道士師記啊，士師時代7國咁亂嘅，係咪啊？真係好亂嘅。佢話唔好似嗰陣時代，我要將你牧養我嘅百姓，並且俾佢哋安定。嗱，弟兄姊妹，呢度好清楚啊！神喺度將佢嘅心聲啊講出嚟啦。大衛嘅心同埋神嘅心真係心心相印啊！哇！弟兄姊妹，心照不宣，高手過招。咁喺呢度咧，弟兄姊妹，神就講出哇！所以難怪神話我尋得耶西嘅兒子大衛，佢係合我心意嘅人。弟兄姊妹，咩叫做合佢心意啊？唔單止佢行得正企得正，佢嘅心意就係神嘅心意，佢為神嘅心意着想。原來神一直係想在地上有一個居所。弟兄姊妹，當時嚟講係一個物質嘅帳幕，後來就所羅門嘅物質嘅聖殿，後來被拆毀咗，而家第3個聖殿仲未重建。弟兄姊妹，好似神好在乎外面嘅，其實唔係，神所在乎嘅係佢嘅百姓以色列民。當佢嘅百姓以色列民敬畏佢、信服佢、行佢旨意嘅時候，聖殿就輝煌，聖殿就榮耀。但係幾時佢嘅百姓離開佢拜偶像，聖殿都要被拆毀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喺神嘅心意嚟講咧，物質嘅聖殿同埋佢嘅子民係息息相關嘅，係不能夠分割嘅。幾時嗰個王合乎神嘅心意，聖殿神嘅同在就好明顯嘅，神嘅榮耀就彰顯出嚟嘅。所以弟兄姊妹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好清楚，神啊將佢嘅心意藉著大衛咁樣一講，佢將佢嘅心意全部嘅向拿單、向大衛嚟述説。佢話你與你列祖同睡嘅時候，我必使你嘅後裔接續你嘅位，我也必堅定他的國。嗱，呢度咧神單方面咧嚟
賜福俾大衛同埋佢嘅家，同埋佢嘅後代，同埋佢嘅國。但係呢度咧，弟兄姊妹有一個約，呢個約咧就唔單止大衛嘅，我哋睇埋落去啊。佢話咧，到時你嘅後代要為我嘅名建造殿宇。神話你唔可以，你不能，但你嘅後代，你嘅仔，我哋知道後來就係所羅門，係咪？必為我嘅名建造殿宇，我要堅定佢嘅國位，直到永遠喎。嗱，弟兄姊妹，按歷史嚟睇，而家冇啦，大衛嘅王朝冇咗啦，係咪啊？但呢度話直到永遠啊，呢度好明顯係指著大衛嘅子孫彌賽亞講㗎啦，好清楚㗎啦。跟住就話神話我要作佢嘅父，佢要作我嘅子，佢若犯咗罪，我就要用人嘅杖責打佢，用人嘅鞭嚟責罰佢，即係好似父親管教兒子之樣。但係我嘅慈愛仍不離開他，像離開我廢棄掃羅一樣。你嘅家同埋你嘅國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，你嘅國位也必堅定，直到永遠。嗱，睇住講到呢度嘅時候，我哋好清楚，一面係指着大衛，神祝福、神賜福俾大衛佢嘅家同埋佢嘅後代同埋佢嘅國。但係咧，佢係直到永遠嘅。咁呢個已經係一個約，呢個係一個預言。大衛嘅後代、大衛嘅子孫、耶穌基督，佢嘅國係直到永遠。感謝主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天我哋嘅主要會嚟，我哋嘅彌賽亞，我哋嘅基督，我哋嘅主要會嚟，他要作王，世上嘅國成為我主和主基督嘅國，他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弟兄姊妹。從呢度嚟㗎，呢個約喺呢度嚟㗎，所以神同大衛，因為大衛佢將神嘅心意説咗出嚟，咁神唔單止講出佢嘅心意，並且賜福俾佢，亦都同佢立咗呢個約，佢嘅後代，佢嘅國位永永遠遠建立。呢個係指着耶穌基督有一天要再嚟到地上建立神嘅國度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咁呢個時候咧。咁拿單就將呢啲話咧就講咗俾大衛啦。咁大衛聽咗之後咧，下面咧就大衛就講：哎呀，我係咩人啊？咁神啊，你咁恩待我。下面嗰度啊，佢就喺度感恩，就話咧：哎呀，呢啲都唔係平常人所遇到嘅嘢嚟㗎。啊，神啊，你本為大。並且咧，佢就找住神嘅應許，求神堅立、堅定佢呢個應許，並且成就呢個應許，係嘛？佢一路講出以往嘅歷史啊，有邊個民比你嘅民以色列啦？你救贖佢哋啊，咁樣，即係都一路感謝，一路讚美。而我係算得乜嘢啊？你竟咁嘅恩待我，又為我建立家室啊，又點樣？所以佢又話第25節話，所以第27節，所以僕人大膽向你祈禱啊！主耶和華，唯有你係神，你嘅話係真實嘅，你也應許將呢個福氣賜俾僕人。現在求你賜福，即係堅定與僕人嘅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華，這是你所應許的，願你永遠賜福與僕人的家。弟兄姊妹，呢個就係大衛嘅回應啦。大衛回應就係多謝主，真係我唔配，但係你建立你自己嘅應許。喺呢個應許裏面，喺呢個約裏面，我哋睇到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，佢嘅國係永遠嘅。清楚啦嚇！大衛嘅王朝已經冇咗，按照物質嚟講，大衛王朝已經冇咗啦。但係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，佢有一日要再嚟，佢嘅國係永永遠遠嘅。呢個就係喺呢個約裏面咧係好清楚嘅。就因為大衛體貼神嘅心意，佢自己住得好舒服，佢就體貼咗神冇居所，神冇居所，神就喺呢度就因着咁樣好，即係點講啊？好開心啊！可以咁講，佢真係好開心。雖然佢講到明你唔可以建造聖殿，咁下面咧就我哋睇下大衛點反應啊。雖然大衛神唔允許大衛建造聖殿，但大衛卻為着神嘅聖殿嘅建造預備大量嘅金銀建築材料，並且吩咐佢嘅兒子所羅門要完成呢個使命。嗱，我哋睇一睇歷代志上嗰啲段説話。
大衛咧招聚以色列所有各支派嘅首領啊、長，同埋嗰啲軍長啊、千夫長、百夫長，所有嘅首領咧嚟到耶路撒冷。咁大衛就話：佢話我睇我個百姓，你哋聽我話，我心裏本來想為神建造殿宇，安放耶和華嘅約櫃，作為神嘅腳凳。我已經預備建造嘅材料。第3節，只係神對我講：你唔可以為嗰個名建造，因為你係戰士，你流了人嘅血。就咁簡單。佢係戰士，佢流咗人嘅血。第6節，耶和華對我說：你嘅兒子所羅門必建造我嘅殿和院宇，因為我揀選佢做我嘅子，我也必作他的父。弟兄姊妹，好清楚啊！呢個係好清楚嘅。神唔允許大衛建造聖殿嘅原因，佢係戰士，佢流咗人嘅血。大衛又對佢嘅兒子所羅門話：你當剛強壯膽去行，唔使驚，亦都唔使怕，因為耶和華就係我哋嘅神，與你同在。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，直到耶和華殿嘅工作都完畢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心為神建造聖殿，大衛有心，但係神話我唔需要你喎，你個仔可以喎。咁如果係你就話知佢啦，咪算咯。但係大衛唔係喎，大衛佢一心一意為神嘅殿，雖然佢冇辦法建造，但係佢起碼我可以為神嘅聖殿預備材料啊！佢唔單止自己預備喎，佢仲鼓勵所有嘅領袖、官長、百姓嚟預備喎。嗱，我哋睇埋落去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難怪神話大衛係合乎佢心意嘅人，真係冇得講。大衛王對會眾話：我兒子所羅門係神所特選嘅，仲年幼嬌嫩，呢個工程好大啊！因為唔係為人，係為咗耶和華神建造嘅。所以我為我神嘅殿已經盡力啦。嗱，大衛講：我預備咗金做金器，銀子作銀器，銅作銅器，鐵作鐵器，木做木器，總之即金銀銅鐵木，仲有各種嘅寶石、紅瑪瑙、彩石、漢白玉。第3節，且因我心中愛慕我神嘅殿。弟兄姊妹，大衛真係就在預備建造聖殿嘅材料之外，又將我自己積蓄嘅金銀啊！弟兄姊妹，佢開頭所預備嗰啲係國庫嚟嘅，即係，但除咗呢啲之後，佢自己嘅私己所謂自己嘅都奉獻出嚟建造我神嘅殿，就係俄斐金3000他連得。俄斐金我唔相信，我唔知今日仲有冇啊？係好純嘅，呢啲金係比而家嘅咩999嘅仲要純㗎嚇。3000他連得，一他連得大概50 kilo 啊，大概啊，一他連得大概50 kilo 啊，90幾磅啊。我話我為神嘅殿，我自己奉獻出嚟嘅金子3000他連得，銀子7000他連得，用嚟貼牆嘅殿嘅牆嘅，金子做金器，銀子做銀器。藉着匠人嘅手製造一切。嗱，弟兄姊妹，跟住咧，大衛就話：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給耶和華咧？嗱，呢度冇話今日有誰將自己將錢獻俾耶和華，唔係喎。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喎？所以保羅喺羅馬書12章話：我哋要將身體獻上，當作咩啊？活祭嘛，係個神所喜悅，係神所悅納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收奉獻袋嗰個係外面嘅，最重要係你嘅心啊！你嘅錢去咗，你嘅心都唔去，冇用㗎。神話大衛講：今日有誰樂意將自己獻俾耶和華咧？弟兄姊妹，所以呢個嘅奉獻啊，係點講？你嘅人，包括你嘅心，包括你嘅一切，你所擁有嘅財物。一致嘅，冇得分開嘅。所以今日有誰願意將自己奉獻俾耶和華咧？所以跟住下面啲百姓啊、官長啊、百夫長啊、千夫長啊，全部都樂意獻上，而佢哋獻上好具體嘅喎，就係金子喎。睇到嘛？獻上自己就獻上金子喎，因為主耶穌話：你嘅財寶在哪裏，你嘅心也在哪裏啊嘛。好清楚啊嘛。獻上金子幾多啊？
5000他連得啊，銀子幾多啊？10000啊，他連得啊，銅幾多啊？18000啊，哇，好多啊！凡有寶石都拿嚟，哇！弟兄姊妹，個個都送入耶和華殿嘅庫房，因為呢啲人誠心樂意獻給耶和華，百姓就歡喜，大衛王也大大歡喜。跟住第10節咧，我冇寫啦，下面嗰節就大衛喺度讚美啊，哈利路亞讚美。弟兄姊妹，踏入2026年、2025年將過啦，弟兄姊妹，我哋嘅奉獻會減少嗎？我哋對為咗神嘅殿，為咗神嘅居所。今日神嘅殿、神嘅居所就係我哋麼？就係佢嘅教會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神嘅居所、神嘅教會要建造，需要我哋每一個人嘅咩？擺上奉獻。所以2026年嘅奉獻唔應該比今年2025年少，啱唔啱？我哋要盡力擺上，有幾多就擺幾多，盡你所能。神係睇你嘅內心。感謝主。大衛唔單止自己為神嘅殿預備材料，為神嘅殿預備咗各方面嘅一切，佢還鼓勵百姓、官長一齊為咗神嘅殿嚟奉獻。弟兄姊妹，呢個就係今日新約嘅教會嘅建造嘅縮影啦，係嘛？今日教會能夠興旺，弟兄姊妹係因為咩啊？唔係因為幾個有錢佬喎，唔係喎。係因為每個弟兄姊妹都甘心樂意將自己嘅身體當作活祭獻上，你嘅身體獻上，你嘅身外物一樣嘅會獻上。多謝主，求主憐憫我哋喺新嚟嘅一年裏面，我哋每個人嘅奉獻加多。阿們。好，咁呢件事之後呢，呢個應該係大衛犯罪之後。犯罪之前，呢個好似唔知係犯罪之前定犯罪之後嘅記載嚟，呢一段係嚇。應該之後啦嚇。呢個應該係大衛犯罪之後，即係意思話咧，大衛犯咗罪之後，佢承認佢認罪悔改，雖然神嘅管教仲喺佢身上，但係佢冇因為咁而氣餒喎，佢仲為咗神嘅殿繼續喎。神都管教我就算啦，係咁先啦。唔會喎，佢仲係咁樣鼓勵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見證大衛係合乎佢心意嘅人。阿們，冇得講。好啦，咁喺呢件事之後咧，大衛咧差唔多啦。佢30歲做王，做咗40年。咁當然身體越嚟越虛弱啦。咁就快過頭近咯喎。咁就。臨去之前咧，佢就對所羅門有啲嘅遺訓，即係啲遺言啦。大衛咧，佢一生咧係恩怨分明嘅。邊個對佢好，佢對佢更加好；邊個對佢唔好，佢唔係記仇嘅人，但係佢知道有啲嘢要對付嘅。所以咧，喺大衛對所羅門嘅遺訓裏面咧，有2個人要對付，有1個人要報恩嘅。我哋睇下，第一個要對付嘅就係佢嘅元帥約押，呢個係陰險小人嚟嘅。呢個約押係邊個呢？約押其實就係大衛嘅表哥，佢約押嘅阿媽同埋大衛嘅阿媽係兩姊妹，所以佢係有親戚關係嘅。咁而約押咧，亦都係有領導能力。佢第一個將耶布斯帶兵打敗咗耶布斯，即係耶路撒冷人，所以佢就做咗元帥啦。就係因為佢咁樣做咗元帥嘅，而且又大家都有親戚關係，佢又有能力，所以咧大衛就讓佢做元帥，做咗好耐哦。但係呢個人好陰險，好小氣，妒忌心好重。佢話佢同所羅門講。佢話：你知道洗魯雅嘅兒子約押向我所行㗎，佢殺咗以色列2個元帥啊，尼爾嘅仔押尼爾啊，同埋益帖嘅仔亞瑪撒啊，都喺太平時間啫，即係唔係打仗時間殺㗎喎，喺太平時候好陰濕咁嚟殺佢哋㗎喎。咁呢個押尼爾咧，本來係掃羅嘅元帥嚟㗎喎，佢掃羅死咗之後咧，大衛就話咧，你要召集以色列其他個10個支派啦，有咩猶大支派便雅憫已經封我做王啦，咁你即係意思係交俾佢啦。咁呢個約押知道咗之後，
如果俾佢搞掂咗，我仲有得企嘅，我冇地方企㗎咯。咁佢同押尼珥同大衛講，即係講談判好咗之後，佢走咯喎。咁約押知道之後咧，心有不甘啊，即刻去追佢，假傳聖旨追佢翻嚟。咁然後咧翻嚟之後咧，假意咧嚟兄弟嚟，我同你有啲密計針啊，攞住佢執住佢胡鬚啊，嗰度執嗰度左手一刀，噗！幾陰險啊！呢個小人，大衛唔知㗎。後來大衛知道之後話：咒詛約押啦！話呢個唔係我嘅心意嚟㗎。後來佢就風光大壯押尼珥啊。所以大衛係一個非常之有道德、非常一個有義氣嘅人嚟嘅。佢風光大壯押尼珥，所以後來啲百姓都知道，哦，殺死押尼珥唔係大衛嘅意思嚟嘅。咁呢個亞瑪撒係邊個咧？亞瑪撒咧就係應該係押沙龍背叛嘅時候啊。約押就冇跟隨押沙龍背叛。呢個亞瑪撒咧係應該係跟隨咗押沙龍佢嘅。不過咧，當押沙龍被打敗咗之後，第一個猶大支派，因為大衛係猶大支派㗎嘛，所以猶大支派第一個嚟接大衛回宮耶路撒冷。咁咧，其他啲以色列人咧，即係跟隨押沙龍嗰啲咧，都知道啦，已經失敗咗啦，即係要翻嚟㗎啦。咁點辦咧？為咗有落台階，咁咧就大衛就話：我要立亞瑪撒。如果我唔要亞瑪撒代替約押做元帥，就點樣發誓哦！哇！約押聽到就死火，我仲有得企嘅？呢個陰險小人又係咁樣喺太平盛世。又用陰險小招數，又一刀將佢吉死。而且亞瑪撒係冇提防嘅，我唔相信押尼珥、亞瑪撒呢兩人嘅武功比約押低啊，唔會啊，兩個都打得噶嘛，都係元帥嚟噶嘛。但係如果佢唔係因為咁樣耍鬼計啊，所以咧大衛心知肚明。點解大衛當時唔發難咧？因為約押個軍權喺佢度啊嘛，所以佢唔反面得㗎當時。但係佢而家要走啦。要死咯喎！佢就吩咐所羅門，因為所羅門嘅國位要堅固，一定要對付呢個人嘅，呢個約押嘅。咁約押雖然冇跟押沙龍，佢卻跟咗另一個亞多尼雅，大衛另一個仔嚟作反。結果所羅門因為呢件事咧，就將約押解決咗啦。OK， 好，咁第二個要報恩嘅咧，佢話你要紀念巴西萊嘅眾子。呢個巴西萊當時好老啦。佢逃避押沙龍嘅時候，大衛，哇，好多人啊嘛，幾百人嘅噃，咁佢哋日日都要食嘢嘅噃，所有嘅物資、食品、被鋪、床褥，全部都預備好啊！呢個好有錢嘅呢個巴西萊，佢都好大年紀啦，而家嗰時已經。咁佢話咧，你要恩待呢個巴西萊嘅眾子，時時同佢哋一齊食飯。因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龍嘅時候，佢拿食物嚟迎接我，在這裡OK 咁即係話咧要報恩啦，呢個要報恩。咁仲有一個人咧，仲有一個人叫做巴戶林嘅便雅憫人，係同掃羅一族㗎嚇，同掃羅王一族嘅基拉嘅兒子叫示每，唔係華妹啊，係示每。佢咧當佢打落水狗啊！大衛撤退啦嘛，從耶路撒冷撤退啦，咪走啦，要橄欖山一路行一路喊咯。佢咧就用啲將地上啲泥土，哇！又用石頭揼大衛，又咒詛大衛。咁大衛嗰啲武士都聽到即係喐緊，使唔使我去殺佢？大衛話：我同你有咩相干啊？係神派佢嚟咒詛我嘅。如果神見到我今日咁可憐，佢可能話做咩，就係呢個示每所做嘅呢個人啊。咁當大衛押沙龍打敗咗，大衛翻嚟嘅時候咧，佢第一個嚟喎。佢跟住話啊，佢話我馬哈念去嗰日，佢用狠毒嘅言語咒罵我喎，狠毒啊，好狠毒啊！後來咧下到約旦河迎接我喎，第一個，佢話便雅憫家只有我第一個嚟迎接你啊！大衛就對佢話：我就指著耶和華向佢起誓，我唔用刀殺你。但現在你不要以他為冇罪喎，弟兄姊妹嚇，唔係話大衛記仇啊，因為佢知道呢個係陰險小人，
而且係同掃羅即係舊時嗰啲一族有關嘅，所以呢個會影響所羅門以後嘅國家嘅穩定嘅。佢話你不要以他為畏罪，你係聰明人啊，你知道點樣？你知道點做啦？使佢白頭見殺，流血下到陰間。咁所羅門真係好有智慧嘅。咁當佢大衛走咗啦，死咗之後咧，佢就吩咐示每，佢話你當日點樣對我老豆，你知㗎？你知道㗎啦。嗱，而家咁樣啦，你咧從今日開始你就住喺耶路撒冷，你唔好出嚟嚇。你邊日出嚟咧？你邊日就死㗎啦。佢話好，呢個示每話好。咁叫佢3年之內咧，唔相安無事喎。弟兄姊妹，一切都在神嘅手中。喺3年之後咧，佢個僕人走佬喎，佢個僕人走咗喎，佢就騎住驢就出耶路撒冷去揾佢個僕人喎。弟兄姊妹，日日有人監視佢噶嘛，所羅門有人監視佢噶嘛，一出嚟翻嚟之後，哈哈，所羅門話：示每，你違背咗你嘅誓言喎，所以你嘅罪，即係話佢以前所犯嘅罪，歸到你嘅頭上。捉咩？弟兄姊妹。之後咧，所羅門嘅國位就得以堅固啦。呢個就係大衛佢臨死之前對所羅門嘅遺言。咁好啦，大衛死咯，真係死啦嚇！大衛與佢列祖同睡，葬喺大衛城。大衛作以色列王40年，佢30歲登基啊。喺希伯倫作王7年，喺耶路撒冷作王33年。所羅門坐佢父親大衛嘅位，佢嘅國甚是堅固。睇知未？你睇最後尾呢4個字就知道啦。如果呢幾個人呢兩個人唔係被對付咗之後，其實仲有一個嘅就係大衛嘅一個仔亞多尼雅，佢想娶大衛嗰個童女叫咩啊？即係幫佢瞓暖張床嘅咧，嗰個童女叫做咩名？我唔記得咗啦。但係大衛冇親近佢。即係按理嚟講咧，佢係屬於大衛嘅妻嚟嘅，但係大衛冇親近佢。咁呢個亞多尼雅咧，知道佢係童女係處女嚟嘅，佢就求拔示巴，即係所羅門嘅阿媽，我想娶佢為妻。其實當時要娶得大衛呢個童女為妻嘅話咧，即係等於話咧國位就佢有權承繼國位嘅。其實佢嘅野心好大。咁所羅門知道呢件事，佢話你唔好淨係幫佢求老婆啦。連個國家都俾埋佢啦！呢個亞多尼雅因為呢句話就要死。咁約押咧係跟佢噶嘛？約押元帥係跟住呢個亞多尼雅嘅。知道失勢咯，哇驚咯，走到去聖殿去執住聖殿嘅壇嘅嗰個角啊，祭壇嘅角啊，即係通常都係即係你唔敢殺我嘅咧。但係所羅門就叫嗰個元帥就去將約押殺咗。弟兄姊妹，就咁樣咧，所羅門嘅國位就堅固啦。多謝主，呢個就係大衛臨終之前咧，佢所做嘅事情，非常之有意思啊！好，差唔多啦，我哋嚟一個總結。我哋知道詩篇有好多嘅詩篇係大衛寫嘅，其中好多好有名嘅，好似詩篇23篇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中唔中意呢一篇啊？弟兄姊妹？我必不致缺乏，太好啦，太好啦！詩篇51篇，佢認罪，佢悔改，仲有好多嘅。最近我讀完詩篇啊，真係哇，好有意思啊！大衛嗰啲詩篇真係好多都係喺佢急難中逃避仇敵追殺嘅時候，哇，向神祈禱啊，神都聽啊！仲有佢係合神心意嘅人，雖然有失敗有罪，但係佢真誠悔改，敬畏神，被神稱為合我心意的人，因為佢體貼神嘅心。神嘅居所 ，OK， 佢係彌賽亞嘅預表，大衛嘅王權預表基督永恆嘅國度，耶穌基督常被稱為大衛嘅子孫。睇書記唔記得？主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，有人話大衛嘅子孫啊，可憐我啊，係咪就係咁樣啦。多謝主。總而言之，大衛王嘅一生。從牧童到君王，從英雄到罪人，從巔峰到低谷，最終喺悔改同埋信靠中，成為我哋信仰嘅典範同埋史詩嘅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
睇完大衛王嘅一生，雖然佢有可歌可泣嘅故仔，佢亦都同我哋一樣，罪人蒙主恩，並且佢係一個合乎神心意嘅人。好，我哋低頭禱告。阿爸天父，我哋感謝讚美你。當我哋睇完大衛嘅一生之後，我哋看見你嘅恩典、你嘅憐憫、你嘅揀選係冇後悔嘅。多謝你，雖然我哋係不堪，我哋係罪人，但多謝你。你藉着耶穌基督，大衛嘅子孫彌賽亞嚟到地上，為我哋死在十字架上，為我哋流血，為我哋贖罪。感謝主，我哋今日成為蒙恩嘅罪人。有一天，耶穌基督還要再回嚟，成為列國嘅君王。感謝主，掌管神嘅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多謝你，佢就係坐喺大衛寶座嗰一位。感謝你，多謝你，讓呢啲嘅話語唔單止提醒我哋，亦都激勵我哋。仲有佢如何為咗神嘅殿嚟奉獻，嚟鼓勵百姓嚟奉獻。呢啲亦都係我哋嘅榜樣，亦我哋喺新一年裏面更多將自己擺上，更多奉獻，為咗你嘅旨意。聽我哋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名求，阿們。我哋為着下面嘅飲食嚟謝恩。